过年是团圆的日子，不过有的人因为工课无法度返去围炉。今仔日台北市长周万安去警察局，也有消防队，感谢警消伫咧申请的期间，也是坚守职务，守护这个城市。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去医疗院所发加彩金，感谢过年也值班辛苦的医护人员。 含警方讲新年恭喜发红包，台北市长周万安29暝去警察局和消防队，感谢警消伫过年期间同款是坚守岗位，守护城市。对最近引起争议的三马仔事件，周万安认为讲一定爱伫源头做好把关，从源头做好把关跟稽查，这样的列车根本就不会出发。台北市绝对是从严把关，特别在过年期间，民众采买还有煮年夜饭都非常重视食安的议题。 我们一定做到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，食得安心。另外，周万安伫台北和小弟8号组第2摆会面，两个人针对国际比赛的举行、润性城市和联动两者议题，都有更加深入的交流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过年期间合家团圆，但是警消医护同款爱留守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新北联医三定部院区来慰问医护人员，而且发加菜金来表达感谢。我们的医护同仁非常的辛苦，看到急诊室满满都是人。新北市在春节期间，我们的医院、急诊室都可以为大家来服务，还有157家的合约医院，就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平安过一个好年。 人气团来啊，加上国内目前嘛是流感和新冠疫情的关风，29暝期间，医疗院所同款有真侪患者去就医。侯友宜强调讲，过年期间新北联医和157间合约病院的急诊室拢有开放，民众若有健康的需求，拢会当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